伫个吉伦兰岛东南部的苏科斯比上这个所在，是地表上界偏远人类定居的所在。不过，即嘛因为气候暖化，和野生动物数量减少，嘛影响以帕拉为生的家庭。哈梅肯酒精久了后，总算抓到一只海豹，伊当场处理，把片甲皮都炸断，家己用甲白。出身因纽特原民的哈梅肯是格陵兰岛斯科斯比松的全职帕拉人，因学会帕拉甲白野生动物，亲像伊安尼全职帕拉人，伫总人口只有350多人的斯科斯比松内底只有10个人。Pwede bidang iti so namin ako haro kami ni si tapapu naka amakaya ingi tapapu at mar pichakatingin nati udiwia atatu dan aging mapa。66岁哈梅肯是当地社区团结帕拉人。这次会完成热情训练了后，就展开南部的生涯。过去50多年，总共掠319只北极熊，还有真济海豹甲独角海翁。伊一个人带一阵雪地犬出发，一摆用出门几啊礼拜，走伫冰层冰河之间。相关的记录一摆炸断的3只北极熊。毋过到这个世纪，气候变化，伫极端的暖化速度比其他所在近4倍。当地生态大失衡，野生动物数量愈来愈少，加上养蜂造成冰层愈来愈薄。过去一年冬天拢用拍拉，即马热天了后冰层就扬起。看过去一片的海水，只剩冬天用出门拍拉。今仔有啲人一咪是去度假咪，今仔真度不是嘛是哪度嘞？个只是嘛啲嘞阿仔那嘞，是去啥那个当真。29岁麦德森是少年的全职帕拉人。麦德森讲到环境局变造成野生动物减少，加上自2005年了后，政府开始实施南部配野制，一年间能掠35只北极熊的政策。麦德森对面临的困境是真无奈。At sultan nende tauni nende tumi tamu urina tam tinu turisnao。文明生活引起气候变迁，摧毁唔那是自然环境，连人类家己的传统文化也无法度避免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